你平時去百佳、惠康或者去街市雜貨鋪買醋嗰陣，係咪都係隨手拎起一樽睇下個價錢牌？見到10幾蚊有交易，又或者見到包裝上面寫住大隻字純釀、特級、陳年老醋，就即刻擺入手推車。我同你講，如果你仲係咁樣買醋，你真係隨時倒緊啲化學嘢落自己個肚度。早排我有個識咗20幾年嘅老友，佢本身喺內地同埋香港幾間大型調味品廠做咗成30年嘅資深品控師。佢同我出嚟飲茶嗰陣，見到酒樓台面嗰樽紅醋同黑醋，佢一手推開，好認真咁同我講：阿邊個，我做咗呢行幾十年，出面超市貨架上面起碼有超過一半嘅醋，我自己同我屋企人係一滴都唔會掂，特別係樽身，只要見到呢3個字，你就算送俾我，都即刻掉落垃圾桶。究竟係邊3個字咁得人驚？點解一個做咗幾十年嘅醋廠老員工會講出咁震撼嘅說話？今日我就同大家1、5、1、10拆解呢個超市最大嘅調味品陷阱，教大家點樣用一對金睛火眼，一眼睇穿邊啲係用糧食古法釀足幾百日嘅養生好醋，邊啲係用化學冰醋酸幾分鐘勾兌出嚟嘅人工化學水。聽完之後，你下次去買蟹，保證唔會再交智商稅，更加唔會攞全家嘅腸胃同健康嚟較飛。我哋平時成日話開門7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醋喺我哋廣東人嘅飲食文化入面，真係由細食到大。無論係食雲吞麵要落2滴大紅，節醋提鮮；去大排檔食糖醋排骨、咕嚕肉，定係女人坐月一定要煲嘅薑醋，甚至平時食水餃戰嘅鎮江香醋，食大閘蟹一定要配嘅紫蘇黑醋，無一例外都係用醋嚟做靈魂調味。我哋由細到大都聽長輩講，食多啲醋好啊，可以軟化血管，幫助消化，開胃生津，減肥消脂，甚至仲可以抗氧化、防衰老。但係你又有冇諗過呢啲所謂嘅神奇功效？前提係你食緊嘅必須係純天然發酵嘅釀造醋，而唔係工廠用化學原料快速合成出嚟嘅配製醋。嗰個造廠嘅老友同我講，而家市面上嘅醋基本上分咗2大陣營，一種叫傳統釀造醋，另一種就係大家最容易中招嘅配製勾兌醋。釀造醋嘅過程其實同釀靚酒一模一樣，要用優質嘅大米、糯米、高粱、小麥或者麩皮做原料，經過蒸煮、加酒曲發酵變成酒，再加入醋酸菌進行固態或者液態發酵，將酒精轉化成醋酸，最後仲要經過幾個月甚至幾年嘅陳釀、過濾、滅菌先至出得廠。成個過程快則幾個月，慢嘅好似山西老陳醋或者鎮江香醋咁，動不動就陳釀咗3年、5年甚至8年、10年。呢種經過長時間微生物發酵嘅醋，入面唔單止有醋酸，仲含有豐富嘅氨基酸、有機酸、維他命、礦物質同多種芳香之類物質。所以你聞落去係有一股好醇厚嘅糧食香氣，食落去酸得嚟好溫和，入口之後喉嚨仲會慢慢泛起一陣甘甜嘅回甘。但係配製醋就完全係另一回事。做一樽傳統釀造醋要耗費幾個月時間同大量糧食成本，但係做一樽配製醋要幾耐？工廠嘅師傅話俾我聽，只需要短短幾分鐘。點樣做？最核心嘅原料就係大家聽見都覺得得人驚嘅工業或者食品級冰醋酸，再加上自來水稀釋，然後為咗等佢睇落去似模似樣，再瘋狂加入焦糖色素，調出深琥珀色或者黑色，加檸檬酸同冰晶醋酸調節酸度，加味精、程美核苷酸2鈉嚟製造所謂嘅鮮味，再落少少防腐劑、苯甲酸鈉或者山梨酸鉀，等佢擺幾年都唔會變壞。咁樣一樽成本幾毫子港紙嘅化學勾兌醋，就咁大搖大擺咁流入咗市場，貼上一個靚靚嘅包裝，賣你10幾20蚊樽。講到呢度，大家最想知嘅肯定就係，咁去到超市，樽身上面到底見到邊3個字，就要即刻放低，千祈唔好買。你記住，啦呢3個字就係寫喺產品標準或者產品名稱上面嘅配製醋，或者喺配料表入面直接見到冰醋酸呢3個字。雖然喺好多地方嘅食品法規入面，食品級嘅冰醋酸如果按標準稀釋係合法嘅食品添加劑，但係問題就出喺度。第一，冰醋酸本身就係一種由石油化工或者甲醇羧基化合成出嚟嘅純化學物質，佢嘅成分就只有單純嘅醋酸分子，完全冇任何糧食發酵帶來嘅天然氨基酸、維他命同微量元素。你食呢種配製醋，除咗純粹刺激你嘅味蕾同胃黏膜之外，對身體係完全零營養價值。第二，更加得人驚嘅係，好多黑心小作坊為咗慳成本，根本唔會用昂貴嘅食品級冰醋酸，而係鋌而走險，用含有大量重金屬、砷、鉛同游離抗酸嘅工業冰醋酸嚟勾兌。你想下，呢啲原本用嚟洗水垢、
做染料、做塑膠嘅工業化學品，如果長期食落肚，對你嘅肝臟、腎臟同成個消化系統會造成幾咁大嘅負擔同傷害。我嗰個品控師朋友話，佢喺呢行見過太多內幕，好多黑心商人最叻就係同消費者玩文字遊戲。以前法規未收緊嗰陣，佢哋會將配製醋印到個包裝，好似幾百年老字號咁，甚至喺正中間寫住大大隻陳釀或者老醋。但只要你將個樽轉去背面，用放大鏡咁細嘅字體去睇佢個配料表，你就會發現第一位係水，第二位就係冰醋酸或者食用醋酸。跟住落嚟就係一連串你讀都讀唔出嘅化學添加劑名。雖然而家新嘅國家標準已經規定，只有純糧食發酵嘅先可以叫做釀造食醋，不得再喺釀造食醋入面包裝標注配製醋。但係出面市面上依然有好多擦邊球產品，用各類調味醋、酸味調味液、複合酸味汁嘅名義繼續喺市面上賣。如果大家平時唔識睇標籤，真係好容易中招。咁去到超市，我哋到底應該點樣揀一樽真正對身體有益嘅純釀好醋？大家一定要記實以下呢幾個由醋廠老員工親傳嘅挑醋秘笈，只要跟住呢幾步去睇，我包你以後買親都係極品好醋。第一步，一定要睇樽身背面嘅配料表，呢個係最真實、最騙唔到人嘅地方。一樽真正頂級嘅釀造醋，佢嘅配料表係極度乾淨嘅，乾淨到只有糧食同水。例如你買陳醋、香醋，佢嘅配料表第一位應該係水，跟住就係高粱、大米、糯米、小麥、麩皮、豌豆，再加上食用鹽，最多。有啲遵循傳統工藝嘅醋會加少少白砂糖或者天然香辛料。如果配料表入面乾淨利落，完全冇出現冰醋酸、苯甲酸鈉、山梨酸鉀、焦糖色、3,6蔗糖、阿斯巴甜呢啲化學名詞，咁呢樽醋基本上就已經合格咗80%，係實打實嘅天然糧食發酵產物。相反，如果你睇到配料表入面明明寫住釀造食醋，但係後面跟住成大串添加劑、防腐劑、色素、甜味劑，樣樣齊，咁就算佢係釀造醋，都只係品質好一般，發酵周期極短，需要靠化學添加劑嚟遮醜同提味嘅低端工業醋，真正陳釀咗3年、5年嘅老醋，因為本身酸度夠高，加上長時間發酵產生嘅天然抑菌成分，佢自己本身就係最好嘅防腐劑，根本就完全唔需要額外添加任何防腐劑，都可以喺常溫底下擺好幾年都唔會壞。第二步，教大家睇一個極度關鍵，但係90%人買醋都會忽視嘅指標，就係總酸度。你返屋企隨便拎起廚房嗰樽醋睇下，樽身背面一定會有一行細字，寫住總酸度大於等於某某克每100毫升，例如 3.5G 100毫升或者 4.0G 100毫升、6.0G 100毫升。咁樣呢個數字到底代表啲咩？我同你講，呢個數字就係一樽醋嘅靈魂同身份證。總酸度嘅數值越高，代表呢樽醋嘅品質越好，陳釀嘅時間越長，發酵嘅純度越高。根據標準，釀造食醋嘅總酸度最低標準係 3.5G 100毫升。如果一樽醋嘅總酸度只有 3.5 到 4.0 左右，咁佢通常只係發酵咗幾十日嘅普通入門醋，酸味比較淡，香味亦都比較薄弱。平時用嚟求其炒個青菜或者醃下酸菜仲勉強可以，但係如果你見到一樽醋嘅總酸度達到 5.0G、6.0G 甚至 8.0G 100毫升以上，咁就不得了啦。呢啲絕對係陳釀咗好多年嘅特級好醋，因為糧食發酵嘅時間越長，水分自然蒸發，醋嘅濃度同酸度就會越聚越高。好似山西頂級嘅老陳醋，陳釀咗8年、10年嘅，總酸度隨時可以去到 6.5G 以上。呢啲高酸度嘅醋入口酸得好順口，完全唔會刺喉，而且落幾滴就已經成煲湯香晒。大家以後買醋，記住喺配料表同樣乾淨嘅情況下，揀總酸度數字越高的越好。第三步就係用你對手同對眼現場做一個搖晃測試。呢個方法非常神奇。喺超市買醋嗰陣，你隨手拎起個玻璃樽，用力上下搖幾下，然後擺喺燈光底下去睇佢嘅泡沫。如果係天然純糧食發酵嘅好醋，因為入面含有非常豐富嘅蛋白質、氨基酸同天然膠體，當你搖晃完之後，樽嘅表面會產生一層好似啤酒泡沫咁樣，好細密、好均匀嘅泡沫。而且呢啲泡沫會喺液體表面停留好耐，慢嘅甚至可以維持2-3分鐘先至慢慢散去。但係如果你搖完之後，發現浮起嚟嘅泡沫好大粒、好粗糙，好似肥皂水起泡咁，而且搖完放低幾秒鐘之內就即刻煙消雲散，變返平靜如水，咁你就要小心啦。
呢種醋好大機會就係發酵程度極低，入面幾乎冇乜氨基酸營養成分，甚至係用化學冰醋酸勾兌出嚟嘅劣質醋。呢個搖晃小動作只需要使你3秒鐘時間，但係往往就可以幫你避開90%嘅勾兌假醋。第4步，買返屋企之後，打開個蓋，聞一聞，嘗一嘗，天然釀造嘅好醋。你一打開個樽蓋，迎面撲鼻而嚟嘅係一種好自然嘅糧食酸香，帶有一少少酒香同甜香。你深呼吸去聞佢，係絕對唔會覺得攻鼻，唔會刺激到想打噴嚏或者流眼淚嘅。倒少少出嚟，放入口度試下，你嘅舌頭會感覺到一種好立體嘅風味，先酸後鮮，最後喺喉嚨底湧上一陣好舒服嘅回甘，成個口腔係好生津嘅。但係化學勾兌嘅假醋或者劣質醋，你一打開個蓋，嗰股酸味係極度刺鼻、極度單一嘅化學酸味，聞一聞，直情覺得對眼同個鼻腔有種灼熱嘅刺激感，好似聞緊洗廁所水咁。飲一滴落口，嗰種酸係尖銳無比，死酸死酸嘅。除咗酸之外，乜嘢層次都冇，吞落喉嚨仲會覺得乾涸，甚至有種燒灼感。呢種就係典型嘅冰醋酸刺激胃黏膜嘅反應。講到呢度，可能好多街坊朋友會問，市面上有咁多種醋，白醋、黑醋、紅醋、陳醋、香醋、米醋、蘋果醋，眼花繚亂，到底我哋煮唔同嘅廣東菜應該點樣揀先至啱？既然講開，我就順便將我做廚師嘅親戚教我嘅用醋心得，毫無保留咁一次過傳授俾大家。首先講下我哋煮廣東菜最常用嘅白醋，好多人以為白醋全部都係化學勾兌嘅，其實唔係。白醋一樣有純糧食釀造嘅純米白醋，大家去買白醋嗰陣，千祈唔好買嗰啲10幾蚊一大樽，配料表第一位寫住水加食用冰醋酸嘅產品，一定要樽身寫住純米醋或者天然發酵白醋，配料表只有大米、水同食用鹽嘅產品。呢種純米釀出嚟嘅白醋，顏色係好清澈嘅眉黃或者無色，酸味非常柔和清爽。我哋平時整粵式涼拌小菜，例如涼拌雲耳、酸辣鳳爪、醃子薑、醃蘿蔔皮，或者煮酸甜開胃嘅咕嚕肉、糖醋魚，用呢種純米白醋先至可以帶出食材本身嘅鮮味，而唔會有一股化學怪味。跟住落嚟就係我哋廣東人食麵食海鮮必備嘅大紅浙醋。去茶餐廳食碗雲吞麵、牛腩麵，或者去酒樓食翅、食灌湯餃，台面一定會擺一樽鮮紅色嘅大紅浙醋。正宗嘅大紅浙醋係以優質糯米做原料，再加入獨特嘅紅曲米進行發酵。紅曲米天然賦予咗佢非常靚嘅玫瑰、紅色同特殊嘅發酵之香。但係而家市面上好多平價紅醋，根本連一粒紅曲米都冇用過，全部係用普通酸水加胭脂紅、誘惑紅呢啲化學人工色素調出嚟嘅。大家買大紅浙醋一定要睇清楚配料表入面有冇紅曲米，總酸度有冇達標。正宗嘅大紅浙醋酸度比較低，一般喺3.0到3.5左右，味道清香，帶微甘，用嚟配海鮮、配麵點、提鮮燒製係一流嘅。第三種就係北方人最驕傲，我哋煮濃味菜必備嘅山西老陳醋。山西老陳醋喺中國4大名醋入面排第一，佢最出名嘅就係蒸、烤、燻、淋、陳5大古法工藝。佢用高粱做主要原料，最特別嘅係佢經過高溫分胚呢個步驟，所以陳醋嘅顏色天生就係好深嘅黑褐色，而且帶有一種好濃郁嘅芬香味。好的山西老陳醋要經過下伏曬、冬撈冰嘅陳釀過程，將水分蒸發，留低最濃縮嘅精華。平時如果我哋喺屋企整紅燒肉、糖醋排骨、炆牛腩、酸辣湯，或者冬天打邊爐做蘸醬，用山西老陳醋嗰種醇厚濃烈嘅風味，真係一落鑊，成條走廊都聞到香味。第四種就係江南一帶最出名嘅鎮江香醋。鎮江香醋同山西老陳醋唔同，佢係用江南優質嘅糯米做原料，採用固態分層發酵。香醋嘅特點就喺個香字上面，佢嘅酸味比陳醋更加柔和，帶有好明顯嘅甜味同果香。所以廣東人食大閘蟹或者去上海菜館食小籠包、生煎包，一定要配鎮江香醋，加少少薑絲。香醋嘅酸甜可以完美中和蟹肉嘅寒氣，又可以提升蟹肉嘅鮮甜味，簡直係絕配。最後仲有一種近年好多後生仔女同女士好鍾意飲嘅蘋果醋或者各類水果醋。大家買水果醋千祈要分清楚，你買緊嘅到底係水果調味醋定係水果醋飲料。好多市面上賣嘅蘋果醋其實只係普通嘅水加糖漿加蘋果香精加冰醋酸調出嚟嘅甜水。糖分高到得人驚，飲得多唔好話減肥，分分鐘越飲越肥，甚至血糖飆升。
真正優質嘅天然蘋果醋係用100%嘅新鮮蘋果汁，低溫發酵成蘋果酒，再經過2次發酵變成蘋果醋。配料表入面第一位必須係蘋果汁或者鮮蘋果。呢種未經過度過濾、含有天然果膠同活性酵素嘅蘋果醋，每日飯後飲1小杯稀釋嘅，先至真正具有幫助腸道蠕動、促進消化同抗氧化嘅保健作用。除咗點樣揀好醋之外，好多街坊平時喺屋企用醋同存儲醋嘅方法，其實都存在好多嚴重嘅誤區。我個品控師朋友特別叮囑我，一定要同大家講清楚以下呢2大禁忌。第一個禁忌就係千萬唔好將醋長期擺喺塑膠樽入面，特別係高溫環境旁邊。我知好多老人家好節儉，平時去雜貨鋪買大桶裝嘅散裝醋，返到屋企就隨手倒落啲飲完嘅礦泉水樽、汽水樽入面分裝，然後仲擺喺廚房、煤氣爐、炒鑊隔離，方便廠方嗰陣隨手拎。我同你講，呢個做法極度危險，因為平時嘅礦泉水樽多數係 PET 塑膠材質。呢種塑膠耐酸性後差，而且極度怕熱，高濃度嘅食醋具有好強嘅酸腐蝕性。如果長期接觸劣質塑膠，再加上爐頭旁邊幾十度嘅高溫烘烤，塑膠入面嘅增塑劑、鄰苯二甲酸酯、雙酚 A 呢啲致癌同擾亂人體內分泌嘅有害化學物質，就會加速釋出，溶解落樽醋入面。你日日食呢啲溶咗塑化劑嘅醋，後果真係不堪設想。所以屋企嘅食醋買返嚟一定要用玻璃樽或者陶瓷罐裝住，而且一定要擺喺陰涼、避光、通風嘅地方，千祈唔好貼住個爐頭擺。第二個禁忌就係墜地落醋嘅黃金時間。好多人早口中意一開鑊爆香薑蔥嗰陣就即刻落醋，又或者煲湯一早將啲醋倒落去，同啲肉一齊鋪2-3個鐘。其實咁樣做，醋入面最珍貴嘅揮發性芳香物質同維他命喺高溫長時間燉煮之下，晨早已經揮發晒同破壞晒，最後留低嘅就只有死酸味。正宗大廚教路，炒熱菜落醋有2個黃金時間點，一個叫烹醋，喺食材啱啱落鑊，鑊氣最旺嘅時候，沿住燒熱嘅鑊邊淋一圈醋，等高溫激發出醋嘅香氣，同時利用高溫將刺鼻嘅醋酸揮發走，留低香味滲入食材入面。另一個叫起鑊醋，就係喺個炒好準備熄火出鑊前嗰幾秒鐘，再沿鑊邊淋少少優質陳醋或者香醋，咁樣既可以鎖住最新鮮嘅酸香，又可以令成碟菜色澤更加油亮，開胃生津。其實講到尾，一樽好嘅醋真係大自然同時間送俾我哋人類嘅恩賜。古法釀醋嘅師傅春生酒、夏長酸、秋收醋、冬撈冰，經歷1年4季嘅溫度變化，靠住一雙手同幾十年嘅經驗，睇住一粒粒普通嘅大米、高粱喺陶缸入面慢慢發酵、熟成，轉化成滴滴醇香嘅天然好醋。呢種充滿人情味同匠人精神嘅產物，絕對唔係工廠入面用冰醋酸、水同化學添加劑幾分鐘隨便勾兌出嚟嘅化學液體可以相提並論嘅。我哋平時辛苦賺錢，買煮飯俾自己同屋企人食，為嘅就係健康同開心。一樽幾十蚊嘅優質純糧食釀造醋，一家人可以食成幾個月，平均每日都係幾毫子。但係如果你為咗慳嗰幾蚊、10幾蚊，買咗樽滿滿都係冰醋酸、防腐劑同色素嘅勾兌醋返屋企，日積月累咁損害自己同屋企人嘅腸胃健康，將來要睇醫生、食藥嘅代價，絕對遠遠高過你慳返嚟嗰幾蚊。下次再去超市或者街市雜貨鋪買醋，千祈唔好再只係睇個外包裝同個價錢牌啦。記住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幾個重點，睇清楚配料表入面有冇配製醋同冰醋酸呢3個字，認準只有糧食同水嘅乾淨配料表，總酸度 5.0 以上嘅純釀老醋。買之前用力搖一搖，睇下泡沫係咪豐富綿密。只要掌握咗呢幾招，無論出面啲商人玩咩文字遊戲，你都可以一眼識穿，輕鬆幫全家人揀到一樽真正天然、醇香又健康嘅好醋。健康真係由廚房嘅每一款調味料開始，千祈唔好忽視呢樽每日都會落嘅醋。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篇分享對你同你身邊嘅朋友有用，不妨即刻分享俾你身邊負責買米煮飯嘅屋企人、爸爸媽媽或者親朋好友，等大家以後去超市買調味品嗰陣都唔會再踩雷，食得安心又健康。